陆大哥，你总是说我做事毛手毛脚的，我下手没轻没重，会不会弄疼你啊？其实那天在火风堡，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。我最讨厌你去打仗了，为什么肩负重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？我根本不想你做什么大将军，我只想你好好当我的陆大哥。陆渊的、毕鼎的，找到一并抓走。是。楚同长，我已经交给了山里一户值得依靠的人家暂养。陆大哥，你放心吧。